好，咁啊，而家咧，我哋嚟到2025年啦，山頂南區物業市場嘅總結，同埋2026年嘅展望記者招待會嘅。咁我身旁呢位咧就係我哋山頂南區嘅負責人何兆棠先生。係阿何董，陣間你係會有一個詳盡嘅記者招待會，同我哋分析翻2025年一啲嘅成交數據，同埋2026年嘅一啲睇法㗎，嗬？係啊，因為我好特別啊，因為覺得2025年尤其12月份啊，突然之間成個市場有50億嘅貴重物業成交，所以一定要講下點解2025年啲豪宅都旺得咁緊要，亦都展望下2026年啲超級豪宅點樣旺法。哇，咁啊，我見好多記者嚟緊啊，咁啊，事不宜遲，或者何董先就作準備一下，咁啊，陣間咧何董會有個詳盡嘅記者招待會同大家分享嘅。咁正如咧，我哋頭先山頂南區嘅負責人咁講啦，最近咧超級豪宅嘅大家成交咧係真係非常之蓬勃嘅。咁如果據我哋公司一個統計咧，如果係5000萬以上嘅物業咧，單係12月份咧都有54宗㗎。咁啊，1月份截到去10號，只係短短10日啫，已經係有20宗嘅過5000萬嘅成交。咁如果當中再細分咧，喺1億元以上咧係有38宗。咁啊，如果3億元以上咧都有12宗。咁所以咧，最近呢一個超級豪宅市場咧真係非常之蓬勃。今日不妨再同大家高呼下呢10大成交嘅。第一位咧就係深水灣6號嘅2間 house。咁啊，呢一個項目咧必須要2間屋一齊買嘅。項目面積咧係講緊14000幾尺，成交價咧係22億啊，尺價咧係147000蚊尺嘅。第二位咧就係西半山咧最近一個好火嘅新盤項目啦，天譽啊，成交咗一個特色嘅單位，面積咧係8310尺，成交價咧係講緊8億9748萬，尺價咧係108000蚊嘅。第三位咧，哇咁呢個好特別啦，南灣坊1號啊，一口氣咧成交咗3個單位啊，佢每一層咧講緊係約莫2009尺啦，合共咧成交咧係8億6000萬嘅，尺價咧平均咧都係去到大概10萬蚊尺嘅。第四位咧就會係山頂種植道1號啦，咁啊呢間咧係6001尺嘅屋啦，成交價係講緊5億5790萬，咁啊尺價咧係到91000幾蚊尺嘅。第五位啦，其實第5位同第6位咧都係愉景灣2間嘅別墅成交啦。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大平層設計，每一間咧都係6009尺，接近7000尺嘅一個面積，成交價咧分別咧係4億5200萬、64000蚊尺，同埋呢個5億3600萬，係講緊77000蚊尺嘅。第七位咧就去到跑馬地啊，有2間相連嘅別墅。物業嘅面積咧係約莫9000尺，成交嘅總價係4億4700萬，尺價咧係48000蚊尺㗎。第8位咧就係香島道嘅一間獨立屋啦，呢間屋咧講緊成交咧係4億3600萬，尺價咧係講緊102000蚊尺㗎。第9位咧個大潭道45號都係一間嘅 house 啦，咁呢一間成交價咧講緊3億4300萬。咁啊，尺價咧去到71593蚊嘅。喺影片出街之前咧，又有一個新鮮熱辣嘅成交，最新第10位咧就係天譽4房5000幾尺嘅大單位，成交價係4億2000萬，尺價係75000蚊。其實呢一個嘅超級豪宅成交咧，真係非常之火熱。咁啊，一口氣咧都同大家好快咁樣高呼咗呢10個嘅矚目大額成交。12月份全個市場貴重物業係做咗50億嘅成交一手，真係未試過一個月可以有咁重量級嘅單數同埋宗數，係啲新盤同埋二手都有成交嘅。南區嗰成個市場有3大因素影響到一個服務咧，就內地嘅資金湧現，80%嘅超級豪宅嘅買家都係內地資金嘅。咁另外亦都有啲專才優才幾1萬嘅人才咧，就嚟咗嚟香港。咁好多嚟南區或買貴重物業嗰啲嘅國內專才優才咧，佢哋有個共通點咧，係睇國際行項。咁所以南區係最多國際項目嘅地區，咁所以就大部分都嚟晒港島啦。佢已經咁另外第3咧，預計2026年咧就嚟香港 IPO 上市嗰啲有150個公司，亦都可能個資金變成3500億嘅。咁所以一定會喺超級豪宅個資產配置咧，就指定到一定買啲最大最值錢嘅豬頭嚟。展望就成交量1手2手，我哋預計個量咧一定會多嘅，累積咗力量，息口又減啦，咁所以個量咧都會高翻。
咁啊，正所謂咧，寧買當頭起啦。咁啊，可能觀眾朋友咧，你哋喺過去時間咧都觀察咗個物業市場好耐㗎啦。咁啊，最近呢一啲嘅成交咁活躍咧，最主要都係累積咗嘅購買力咧，而家陸陸續續咁釋放緊出嚟。咁啊，如果閣下都可能有一個換樓置業嘅需求，又或者諗住買一啲物業嚟到投資咧，其實呢段時間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時間。咁啊，今日咧呢條片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咁如果閣下對物業市場有咩睇法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多謝晒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